来，这感觉是不良的厝头家咧，有几来个厝卡联合来指控，讲因甲一个这25岁姓布的少年仔来租雅房，想袂到对方收到因的租金甲押金了后，人都无去咯。因阁收到断水断电的通知，这个查才发现讲，原来伊是二厝头家，伊甲租来的厝阁租出去，趁中的差价，至少有35个厝卡受害，诈骗的金额将近80万。他就是开始不跟我们联络，才发现我们都被他给骗了。老先是愈讲愈生气，因为租厝较无一个月，发现讲互人骗去。他就是一个25岁，那看起来就是一个年轻的一个邻家弟弟。他一开始说这个是他们家的这个房子。老先是伫9月加一个姓布的查甫人，以每个月1万租中正区公务员雅房，纳押金加3个月租金总共4万几块了后，对方就失联啊。一个问才发现讲，拄着同款状况的厝卡，上少有35个人。他是刻意有预谋的状态下不退还押金。其实他好像在不同的通讯软体有不同的名字。那我当初在 FB 看到的时候，他是好像叫 Kelvin 吧，就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名字。很难过，偷我的钱呢。甚至有10个外国人嘛被骗去，嫌阮收到租金押金了后，就随失联，找无人。受害者集体去加告，因初步估计诈骗金额将近80万。业者提醒要租厝的人一定要细致，要签约进前一定要请对方提供所有权证，确认伊的身份。